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裁员，聊聊就业。年底了裁员浪潮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扑面而来。继这个贝壳宣布裁员30%，百度裁员20%，这都是大手笔大刀向韭菜头上砍去前不久对吧？贝壳网传裁30%，6万人在这个瑟瑟寒冬之中失去了工作。紧随其后的是百度要裁20%，打响了这个大厂裁员的第一枪，也就是公开裁员实际上在11月份，字节跳动已经在裁员了，具体裁多少不知道。那么昨天呢，裁员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什么叫小高潮就是联想把这个裁员推向了一个高潮。很多媒体报道比如说南方都市报说12月2号，南都湾财社记者获悉，近日有多名认证信息为联想员工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联想 ISG 就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部上海全员被裁，也就是连锅端没了。看网上的消息这次裁员非常果断、坚决、残忍，连孕妇都没有放过。对此消息，当天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联想集团方面，但是截至发稿时，联想集团方面仍没有就此回复。这个联想 ISG是联想集团旗下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专注于智能基础设施领域，其核心业务包括提供 AI 服务器、存储设备、云计算解决方案、边缘计算以及液冷数据中心等全算力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根据媒体报道此次的社交软件上爆料帖显示，联想 ISG 中国此次裁员沟通会为线上会议，把全员叫到开线上会议，然后这个会议一共就开15分钟，那就是宣布嘛，对吧？然后顶多再说一说感谢之类的，大家都毕业了。说这个会议迟到了13分钟，然后就是大家在那等着，等了13分钟之后，突然等来的是不是那个什么哪个大佬总裁露面等来的是2分钟的录音。你说说吧，这个录音宣布裁员事宜，单方面宣布没有什么答疑，什么员工可以七嘴八舌问，没有，就是接受整个端据说涉及上海700人这个工作岗位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一下就没了。而且这个还要波及到中国区域软件、固件和 OS 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等地，也就是上海的联窝端，深圳、北京、天津这些员工也要被裁。此次联想裁员的赔偿方案从 N+2 到 N+6不等，这个怎么说呢只要补偿给到位，好歹是给人的一个心理安慰我记得这个前2年加头老师对吧，攻击这个联想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加头粉正能量不再说吗，对吧，让他们滚出中国。这下好了，如他们所愿，这个有一个部门已经滚出中国了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正能量的说法就是对吧，这些人都滚出中国这些这个公司然后这样我们国产就能替代嘛，对吧？没有宝马，那我们国产的汽车不卖得更好吗？没有了联想，我们国产的华为电脑对吧，小米电脑，把这买办资本家都赶走。这下好了，这下这些人都去华为上班吧，或者去小米，看看人家要不要。我为什么说这个裁员他是把这个裁员推向一个高潮呢？贝壳和这个百度裁员，那是人家业务不行盈利受到这个挑战，没有办法开源节流。这个联想 ISG 部门裁员，它是受到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制裁有关系。因为它涉及到算力，涉及到什么人工智能，它很多产品呢要迈向全球，它就不能在国内生产，不能在国内这个做研发，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它必须把它拆出来，这个部门挪到印度去，这个就相当于把工作岗位给带走了这是关于联想的裁员，这整个部门被端掉了，上千个优质的工作岗位，985、211去猪肉物的这个工作岗位没了。11月初美国的软件巨头 SAS 撤出中国。根据美国软件公司 SAS 在北京的一名员工透露，该公司在华运营25年之后，已经完全撤出中国市场，同时解雇全部的400名员工。SAS 已经在10月30日通过内部邮件宣布了这一消息，并举行了一次简短的视频会议。SAS 高管感谢了中国员工的贡献，并称此次退出是组织优化的结果。SAS 将停止在中国的直接业务运营。
这一决定反映了我们全球运营方式更广泛转变，旨在优化我们的业务布局，并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SIS 在中国约有400名员工，将全线裁撤，一个不留，并要求每名员工都必须在11月14日前签署离职协议。根据补偿方案，每名员工都将根据工作年限获得相应月数的工资，另外再加2个月工资，也就是 N+2， 还有年终奖金以及截至2025年年底的工资。 SIS 简体中文官网已经下线，招聘岗位也不再包含中国区。 SIS 也是撤离中国，也就是他们不是经营不善，他们是这个工作挪到别的地方去了。大家还记得那个花旗银行对吧？上一次一裁3000都是技术岗位，整个部门端掉，人家这3000岗位去哪儿了呢？挪到印度去了。这个还没完这些都具有大厂性质，也就是这个工资待遇非常优厚，非常符合这个211、985的毕业生的这个就业这个岗位。那下面就是工厂，外资工厂撤离。你看新浪财经报道，近日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也就是佳能中山工厂宣布停止生产经营，标志着这家曾年产数百万台激光打印机的制造基地正式谢幕。佳能中山工厂员工赔偿方案保密。此前媒体报道位于广东中山的佳能打印机工厂已于11月21日停产，员工临时放假到11月28日，工厂正在与员工供应商结清后续事宜。根据每日新闻记者报道佳能中山工厂11月24日发布公告，公司决定关闭是因为市场环境急剧变化，激光打印机市场持续萎缩，中国国内激光打印机品牌快速崛起等，佳能中山工厂经营困难持续加剧，虽经多方努力尝试调整，仍无法扭转局面。这个佳能中山工厂是日本佳能株式会社2001年6月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投产的工厂，迄今已经25年了，是佳能在华核心生产基地，生产多品种激光打印机，是佳能主要的激光打印机生产公司之一。而在这个佳能工厂生产顶峰时期2009年到2010年，员工规模1万人，3元管饱的食堂，带空调的免费宿舍的待遇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排队入职，被视为珠三角工人眼中的铁饭碗。到2022年4月，该公司累计生产 1.1 亿台激光打印机，当年工业总产值接近32亿元，销往全世界1.1亿台激光打印机。但是截至2022年至2024年，员工数从3372人锐减到1656人，截至2025年9月，员工只有1400人。那现在呢，整个的毕业1400人也失去工作，人家工厂关门。佳能中山工厂的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几年前该工厂还有一定比例的产品在国内销售，但现在该工厂生产的产品100%出口至其他国家。那言下之意就是佳能中山工厂关闭，这个工厂实际上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在中山生产也是往国外卖，那反而不安全呢。那现在贸易对吧，保护主义到处都是收关税，你在中国生产往美国卖，这不就吃亏了吗？所以佳能中山工厂人家不是倒闭人家是又搬走了。该工厂关停，除了因为激光打印机市场竞争压力剧增，部分订单分流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工厂。另外，佳能近年来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医疗影像、半导体设备等更高利润的业务。截至11月30日，该厂不少员工已经拿到了赔偿金，但具体赔偿方案保密。就在3年前，2022年，我还记得佳能的这个照相机它不是珠海工厂吗？也是撤离 N+3，对吧？整个的搬到越南去了，哪儿去了？这个令人唏嘘主要是已经25年了，人家2001年来的，25年，现在搬到印度，搬到越南，你看看1400个岗位没有了。但是网传佳能的这个赔偿金是2N+1，甚至有人传是2.5N+1，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干了10年，要给你25个月的工资，再加1个月，那就26个月工资，那这个简直在打脸呐！按照这个正能量的说法，那这是扰乱这个咱们的劳动市场的秩序，是挑起这个对吧？这个争端，故意的这属于挑拨离间。佳能居然给这个员工发2N乘5，2乘N+1。一员工爆出来离职补偿
是 2.5N+1，迅速引起了热议，让人感慨这不是企业裁员，是企业在做散财童子，给予了远超法定标准的 N+1的法定补偿。具体内容说是网传的啊，人家补偿分几个部分，一个叫核心经济补偿，二叫就业支援金，三叫专项奖励金，四其他保障。一员工报出他的离职补偿金总额40万，并说这是他工作18年的回报，体现了对员工的担当和责任，他很知足，心存感激。但是作为正能量啊，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当下对吧？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我们对小岛子这个小日子的这个斗争啊，已经进入对吧白热化，我们要警惕啊，这个小日子他们搞这阴谋诡计啊，对吧？故意多补偿来撕裂咱们的这个社会啊，撕裂咱们的族群，这个要警惕啊，对吧？我建议这些员工啊，不要领那么多，就领 N+1，不要给那小日子啊有可乘之机啊，叫饿死不受嗟来之食啊，这美德不讲吗？坚决不要啊，坚决不能上这个小日子的当。你看又来一个捣乱的啊，深耕东莞超25年，位于东莞长安的台资企业金宝电子有限公司突传停产解散，生产线已逐步迁往泰国。当最后一批员工拍完合影，领完离职补偿，走出厂区时，这座曾经人声鼎沸的万人工厂只留下空荡荡的厂房，见证着一个制造业的时代落幕。长安金宝的母公司是台湾金仁宝集团，长安金宝则是金宝中国的总部。巅峰时期，长安金宝是万人大厂，1996年4月成立。你看啊，那这个已经30年了，关门。曾经是东莞出口10强企业之一，金宝电子、光宝电子和加多宝被人们称为长安三宝。早在2015年，金宝电子厂凤凰厂在国庆期间偷偷搬到泰国，员工放完国庆回厂才发现生产线都没有了，瞬间失业，引起广泛争议。如今长安金宝也搬去泰国，就不足为奇。网传此次搬迁，老员工获得了 N+1的赔偿，这个能理解啊，反正比美资啊，比什么其他的外资补偿要低一点。这个可是深耕中国30年了，最多的人也是上万人在那儿就业，也搬走了。这还没完呢，近日业内传闻东莞最大机械厂因订单不足开始裁员，并明确40岁以上不要。这一消息在制造业圈内快速传播，引发行业震动。叫什么怡和达公司啊，作为中国 FA 工厂自动化零部件一站式供应商的龙头企业，其裁撤大龄的传闻勾勒出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的复杂途径。截至目前，其官方并未发布任何裁员公告，网传的没订单开始裁员，40岁以上一律不要，像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然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也就是无风不起浪啊！中国制造业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需求减弱，生产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加速，这些因素共同压缩着企业的生存空间。这可是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啊，这是东莞最大的机械厂啊，因为订单缺失要裁员，40岁以上的全裁，就这意思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新浪科技报道说，德尔玛解散苏州团队，涉及员工近100人。以代工小米、飞利浦而出名的小家电品牌德尔玛正面临重大调整。近日，德尔玛官方确认了该消息，称基于当前环境变化，如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对苏州地区部分业务做出调整，目的是更好的支撑公司长期战略发展。也就是苏州团队解散没了，上百人瞬间失业。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要么是外资对吧，要么是台资，这种叫清产式裁员，连锅端。所以它不仅仅是失业的问题，它是整个岗位就没了。就我们在想啊，你每年对吧，这么多大学生毕业，这么多人就业，在不停的在增加这个求职的人数，但是岗位在不停的在减少，对吧？尤其是这种优质的岗位，都搬到海外去了，那是不是那大家就业是不是就越来越难？伴随着是裁员，对不对？裁掉之后这岗位它不招人了，没了，那大家就业就越难，那就卷。所以这个牛马啊，日子越来越难过。过去裁员是说末位淘汰，说你这人不行，对吧？你不适合在这待着，把你赶走，人家会再招一个人来，这样整个的就业它是流动的，对吧？你不行，你恐怕你找个工资待遇差一点的工作去了。现在是这个岗位没了，
把你裁掉之后，他不招人了，对吧？所以呢，整个社会那就是在就业这块一定是供大于求啊，矛盾越来越突出。刚才说的都是正常的企业啊，那这个红星新闻报道啊，这个独角兽创业企业也不好过，有一家叫豪墨智行拖欠员工工资2个月，独角兽豪墨智行突报停摆，员工称今日起停工放假，曾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一个独角兽说倒就倒了，你说这叫什么独角兽啊？豪墨智行被曝停摆，曾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豪墨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突然爆出停摆的消息。近日，有多名豪墨智行员工向记者表示，公司于11月22日发布通知称，从11月24日起，全部员工停工放假。员工称，公司领导层没有对该通知做出任何解释。随后，公司群被禁言。有北京员工称，公司已拖欠2个月工资，目前没有管理层与员工沟通后后续赔偿以及安排。关于突然停摆原因，上述员工表示，员工之间流传的说法是对赌失败，有诉讼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11月24日，有记者发现豪墨智行暂时没有相关诉讼信息公布。这个豪墨智行啊，成立于2019年，定位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搞智驾的。截至目前，豪墨智行已进行了7轮融资，背后投资机构包括长城控股、首钢基金、高瓴创投、九智资本，估值一度超过10亿美元。最近一次融资信息是2024年12月，你看看啊，一个搞智驾的独角兽居然欠薪2个月，说关门就关门。这个豪墨智行啊，穿透下去啊，他的大股东是魏建军，就是那个说啊，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的恒大已经出现了，就那个老魏啊，魏建军也是长城汽车的，对吧？董事长，他是这个独角兽豪墨智行的，应该是大股东。你看看，即便绑着长城汽车也不行啊！这一下10个亿美金的独角兽黄了，又有多少人要失业啊？本来啊，这个独角兽一旦上市，那又是个造富神话呀，恐怕又是千万富翁批量生产。但是这一回恐怕够呛了啊！刚才说的是创业公司，那我们再看看有编制的，对吧？体制内，刚才说的都是外资嘛，那些不稳定，对吧？没有编制，风雨飘摇也很正常。创业公司呢更是了，对赌失败关门。那编制内呢？有编制的呢？我们看看啊。那这个是网传啊，又是网传，这个没有得到官方这个确认。说根据一些可靠信息源显示，鹤岗市已经开始分流中小学教师，首当其冲的是小学老师，绝大多数被要求转岗去街道当社工，理论上最低工资能发到1900元左右，但街道直接声称没有钱，每个社工就发300元左右的生活费，这对当地教育工作者是很大的挑战。说鹤岗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说鹤岗市新生儿数量可能凑不够3个小学2个高中，居然惨成这样。小学教师多了，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对吧？全国很多地方都这样，把小学教师啊，因为多了嘛，把他们分流到初中或者高中当老师，有的把他们分流到乡镇，对吧？那种事业岗，老师不愿意，因为待遇会下降。果然啊，你看鹤岗把老师搞到这个街道去，只发300块1个月。鹤岗出现这种情况也能理解吧？鹤岗的房价都是白菜价，地又卖不掉，有什么税收呢？没有税收，资源枯竭型，全靠上面拨款。现在拨款是跟着学生走啊，你比如老师教育这块啊，他是跟着学生走的，你这个学校没学生，他拨款也就没了或者少了，那怎么办？那老师就得分流。曾经的铁饭碗，曾经的编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啊，那些现在4月静好的地方的老师也得注意，你看看你那地方是不是跟鹤岗一样？鹤岗人口是外流嘛，这不用说了，整个东三省人口是在外流，新生儿出生率又是最低，这个据说死亡率又是最高，人口是急剧下降，是就这样人跟孩子跑走了，那当地的学校招不到学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东三省现在近几年高考升学率都比天津还高，为什么呢？东三省这个大学还不少，哈尔滨、沈阳、长春、985大学、211都不少啊，但是相对这个它的高考人数在下降，加上啊，也是东北在没落，所以全国其他地方的考生啊不太愿意往东北考，那大家都愿意去长三角、珠三角啊，是吧？这次也是西安什么的，你往北边选，顶多选西安，要么就是那北京、天津，对吧？实际上人家都愿意选杭州、成都、上海、深圳，都往这地方跑。所以你看东三省这个高考好像那个升学率都非常高啊，它就是本地考生太少。从这个看出来啊，这个教师现在这个冬天也很难过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就业的现状。南华早报
说啊，中国正在为明年夏天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毕业生浪潮做准备，创纪录的1270万即将毕业的学生，这进一步加剧了已经紧张的就业市场和放缓的经济压力。文章引用了刘元春的警告：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供应在增加；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正在降低相应高端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技术进步这个吸纳能力啊，这个还没那么快。但是啊，这些外企外资撤出，大厂经营不善裁员，创业公司倒闭，这个才是更大的打击，因为岗位没了。说你看啊，这个南华早报都说啊，真正导致经济中就业岗位减少的并不是技术进步，只有当平均工资跟不上生产力增长时，才会出现总体购买力落后于生产的情况。正如美联储主席埃克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解释的那样，对于一个需求疲软的经济体，解决失业压力的唯一可持续办法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增加家庭收入来提高国内需求。随着家庭购买力的增加，他们在服务上的支出也会增加，这将弥补因提高生产率、技术而失去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咱们的岗位少，对吧？我们要创造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现在是没有岗位而人多。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正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所面临的那样，在一个严重依赖制造业出口以解决国内需求失衡的国家，提高工资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削弱其制造业在全球以及面临贸易壁垒上升的环境中的竞争力。你看啊，也就是双刃剑，就是你要提高工资的话，你生产东西出口就出口不了，成本上升了。所以呢，我们只能叫什么呢？提高工资，我们要提倡内部消费，工资高了，我们自己消费，内需。当然了，最近啊，我看咱们也得看一下政府的这个似乎啊，在这个工资啊、收入这块有所这个叫转变吧。中国商报报道啊，财政部部长郎福安说啊，12月2日，财政部部长郎福安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振消费啊。总之口号是喊出来了啊，叫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口号喊得响，那主要看落实啊。这个12月2号啊，财联社报道，这个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党建杂志发布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个是发改委主任，一个是财政部部长，同时喊话啊，都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收入。听上去是个好消息啊，那看你怎么增加啊，对吧？蛋糕就那么大，你居民这块增加了，反正有一块地方就少了，你既得利益者愿意不愿意啊？现在就业这么困难，失业这么高，你怎么增加居民收入？10月份啊，对吧？各方面财政收入都在下降，只有个人所得税增长11%，你说说，你怎么增加居民收入啊？也就是你看啊，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失业，一部分人在降薪，有那么一部分人在正常上班，但是正常上班呢，个人所得税交的又多了。你看没工作的他没收入，对吧？工资下降的，但是收入在下降。唯一正常在上班的，他个人所得税交多了，增长了11%嘛，那不就是这些人交的吗？那你说怎么提高居民收入？这个很多网友经常说啊，往左打那个方向灯，往右转轮，对吧？经常就会出现这么个现象。初衷是好的，结果呢一地鸡毛。总之啊，这个冬天啊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冷，优质岗位，对吧，逐渐在减少，而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的人还是在增加，就这么个局面。所以就业也很卷啊。所以你看今年考研的人少了，考公的人增加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你考上研究生也是送外卖，不意味着上岸，对吧？也就是延迟3年送外卖，所以干脆还是考公吧。但是考公从这个教师目前的这个行业现状来看，有编制有什么用呢？还有医生，对吧？医生群体现在除了头部几个大医院啊，这个看病的人比较多，剩下的一些医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看病难了。说明什么？所以说啊，就是你就是有编制也保不了你几年。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